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业牧师。9月20日，百感交集，来称谢你。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记载在以斯拉记第3章。RPG 我们要祷告的金句记载在以斯拉3章11节。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称谢的意思很明显，就是称颂跟感谢。称谢、感谢、称颂、感谢神的大恩、大爱、救赎和所有一切他为我们所成就的。这是因为称谢还有一层很深的意思，就是只有在下的才能对比其高的发出称谢。换句话说，就是谦卑下来，承认只有神才配得人类一切的称谢与赞美。我们从昨天以斯拉开始，原来他们被掳，经过70年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甚至圣殿。他们回来之后，昨天我们看到一些名单回来，真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回来，因为在原来的地方，在起初是巴比伦，后来换了一个朝代，就是波斯的王，可见是非常怀柔政策。他们也感受到那个善意，但他们在那边已经成家立业，实在有的人各种情况下不容许或不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而这些回来的人当中，一定有很强烈的这种神的感动跟激动。当他们回来家乡之后，他们开始做的事情就是建造圣殿。今天的经文很明显的就来告诉我们，当他们建立圣殿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样子按照神的心意一步一步的来做。我们看到他们先回来之后，他们站在那个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于是他们就先献上感谢的祭，所谓的燔祭，来表达他们愿意为神完全摆上自己。神真的是什么都有，我们什么都是从神来的，那么神何以还要我们献上我们所有的，我们所在意的呢？其实是神再一次要我们表明，或者是说厘清自己的动机，让我们能够真的谦卑下来，来看看我们自己，仰望神。仰望，那当然是我们是在那比较低的位置，而仰望这位在上面，在伟大的这位神，我们其实就会很清楚知道，我们唯有献上，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来自于神。我们是再次表明，主，我所拥有的是你托付给我，而我献上是表明我愿意被主你来用，表明原来我是这么不配，但你看我为宝贝，你让我在你的手中，我能够清楚知道我自己的定位在哪里，不至于过高或者是过低来看自己，而是我们是站在神儿女的这个位置上，我们献上自己。甚至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以色列人归回耶路撒冷，他们除了献祭，他们也开始守一些节期，来开始恢复，透过节期他们可以来思想神在他们身上的那个计划。那个计划他们就很清楚知道是建造圣殿的这个呼召。他们经过了很多的历程，他们更清楚他们目标其实就是要建造圣殿。当然今天的经文也不断讲到耶和华殿的根基当然很重要，而他们就把他们的根基是建在神的基础上。
神的基础，什么是我们的基础？我们真的要很清楚，因为没有建立在神给我们的基础上的话，我们所见的其实都归于空。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谦卑下来，当我们都到神面前以后献祭那一刻时，我们真的是可以感受到我们是一起的。这个一起不只是跟我们一起在当时候一起归回的这一群神所拣选第一批归回建造圣殿，更重要的是这一群一起有主的一起同在。我们不是有一首歌吗？当我们同在一起的时候，极快乐无比。是啊，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就看到 RPG 我们要祷告的金句也非常的清楚，来告诉当人献祭的时候，哇，那个真的是非常快乐，只能说没有什么言语是可以来形容的。而我们看到感谢赞美上主，他是这一位至善的，他的爱永远长存。我们来赞美上帝，因为圣殿的奠基的工程已经开始了，开始他们就要来敬拜。很多的那时代的人，可能比较新的下一代的，他们除了欢呼高兴，我们看到3章12节，许多年老的祭司、利未人和族长曾经见过以前的圣殿是那么辉煌，可是他们不免想到，圣殿今天会有这个光景，是经过被焚烧。那个他们想到那时候的那种痛苦，他们不禁放声痛哭，而其他的在场的人却是大声欢呼。没有人能够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声音太大了，好远的地方都能够听得见。我们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有人大哭，有人欢呼，这是什么情况呢？是人生有太多的时候，我们真的说不出那个情绪，没有办法一一让我们的情绪有一个新的门号，有一个门号，要给它一个定义，而只是觉得我的心百感交集啊。我们有过这种情绪吗？实在不是用言语可以来表达，但那心中或许澎湃，那心中或许是很多感慨，那心中有许多实在是很满，但实在是无法表达。亲爱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来称谢神的时候。我们一方面颂赞，我们一方面感谢神的大爱、大恩、救赎，一切对我们所做的美好，现在将来要做的美好。当我们大家齐心这样的时候，不管是哭或者是笑，或者是各种的，当我们发出对神的称颂与感谢的时候，人听见我们的声音多么的大，人会吸引人，但我们要好好到神的面前，恳求神的带领，我们好好看看自己心怎么了。我们的心态其实很重要，是什么心态引起我们这么大的情绪？情绪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不是障碍物。让我们好好看看自己怎么了，使我们可以更亲近神。然后我们也会来发现，当我们同心的时候所带来的这个影响，除了祷告之外，恳求神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做下一步呢？我们能做的是什么？除了跟神同工，还是跟神同工，合神心意，我们才能够荣耀上帝，对人有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此时此刻你知道我们的心。主啊，很多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自己怎么了，但主，你透过情绪，它就像是一个记号，一个 sign， 一个特征，
一个提醒，一个礼物，让我们停下来看看自己怎么了，我们的心是不是走心了，或我们的心需要对焦于神，我们的心要来仰望你，要来称谢你。主，谢谢你一路陪伴我们，你与我们一起，我们就是即便在患难中，我们能够来赞美你，即便在恐慌中，我们能够有一个把握，一个确信。主，你一直与我们一起。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我们就起来称谢这位神，我们的眼光，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决定就会更能够合神心意。我们下次见。